行政院今仔日阁提出2项具体的政策，要通过修正草案，有条件来放零公益税厝的规定，而且讲这个税厝的补贴袂当扣税，要鼓励厝头家做伙加入公益税厝。另外，伊嘛修正旧厝登记的条例，放零公有地的旧厝参与中介的条件。 行政院会确定，阁写出2件主题政策，通过内政部提出的主题法修正草案，当中有条件放宽公益出租的样态，并明定租金补贴袂使做对讨以前课定税收的依据，安尼才通鼓励厝主加入公益出租，也甲违挪条例修正草案，放宽县市政府持有公有地参加旧厝的中建条件，也希望提升公有房地参加中建的效率。 本次修法可有效鼓励更多房东出租房屋给弱势者，同时消除房东担心被查税的疑虑。为进一步落实加速重建，有必要明定公有财产应参与重建。 内政部表示，主题法修法的内容都是配合2022年开始推出的300亿扩大租金补贴专案，加政策入法，确定政府无追税、无查税，安尼才通解除厝主的疑虑，互更较侪租厝的人会当得到补贴的好处。不过，民团认为，安尼做也是无法度解决台湾租厝市场大部分厝主都漏税，造成厝价困境这个根本问题。为了要 发租金补贴，所以我们不去从基本上的所得税法的制度去解决这件事情。70%的人没有要去申请租金补贴，可他们租屋还是遇到很多困难。我觉得有点就是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的。我们应该做一个制度性的改革。偏用凯也指出，都更条例内底本来就有公有地应该优先参加都更这个规定。这期政府伫都更违挪政策产生相达，强调公有地应该以都更为主，才当整体性规划，符合公共利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